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Casper 媽媽嘅 channel。今日我哋會學習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，學習單元動物和植物。我哋會用無圖認字呢個方法去加強小朋友嘅認字能力。當我讀完之後呢，小朋友都可以大聲跟讀一次。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開始啦。動物，動物，禽畜，禽畜，寵物，寵物，野獸，野獸，野生，野生，昆蟲，昆蟲，狗，狗，貓，貓，鳥，鳥，魚，魚，豬，豬，鴨，鴨，雞，雞，鵝，鵝，牛，牛，羊，羊，兔，兔，象，象，老虎，老虎，狼，狼，狐狸，狐狸，馬，馬，蛇，蛇，猴子，猴子，猩猩，猩猩，鹿，鹿，熊貓，熊貓，駱駝，駱駝，蝴蝶，蝴蝶，蜜蜂，蜜蜂，蝸牛，蝸牛，青蛙，青蛙，海豚，海豚，鯨魚，鯨魚，鯊魚，鯊魚，蝦，蝦，蟹，蟹，龜，龜，燕子，燕子，孔雀，孔雀，鴿子，鴿子，麻雀，麻雀，烏鴉，烏鴉，蚊，蚊，蒼
蠅，蒼蠅，蟑螂，蟑螂，蟻，蟻，老鼠，老鼠，隻，隻，匹，匹，條，條，箱，箱，羽毛，羽毛，尾巴，尾巴，翅膀，翅膀，毛，毛，角，角，殼，殼，蹄，蹄，肺，肺，喵，喵，叫，叫。小朋友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努力喎。我哋透過多看、多聽、多讀，好快你就會學到好多中文字㗎喇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 媽媽嘅影片創作，加入會員贊助，多謝大家支持。